传道要来为咱传讲信息，世纪宣告，听堂相连。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真荣幸也真欢喜，有机会受邀请来到双连教会，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语的信息。我是第5代基督徒，第3代传教者。教会自我还未出世，伫妈妈的腹肚内，就是我的家啦。我出世伫邦桥，以前叫做台北县，即马叫做新北市。以前是邦桥市，即马变做邦桥区。阿公迄阵啊，杨秀德牧师担伫开拓保健教会。阿公常常就伫牧师馆的客厅，迄阵啊牧师馆足细，客厅爱兼册房，伫内底读讲章、吟圣诗，包括头拄仔咱圣歌队所献的。迄条足水听主教激的诗歌，也是我细汉常常听见的。所以我逐摆听到迄首诗歌，就目屎红，想起足少年我的阿公。阿公读讲章、吟圣诗，足水的台语伫遐，互我细汉的时阵就足温暖、足熟悉一个记忆，到即马永远袂记哩。也互我有一个本事。得到一个好处，就是自细汉的时阵叫做音上扬，免看歌本。是啊，音乐一个弹，我就会当对咧唱，实在是足好的这个得到。然后我感觉到，咱若会当对细汉的时阵，就将咱的囝儿、咱的孙仔带来教会，互因伫教会内底大汉，互因伫教会内底成长。自少年的时阵，就会当敬虔伫上帝面前。这是偌尔水的代志啊！因为咱做父母、做阿公阿嬷的，所会当帮助的有限，但是咱的少年一代，若会当跪落伫咱的主的面前，一世人倚靠咱的主，就到老也袂偏煞，到老拢会伫教会内底欢喜徛起，互咱一世人拢会感觉真正放心。迄时，伫保健教会牧师馆就伫即个礼拜堂的2楼，是一个公寓式的教会吼，细细。有当时暗时困袂好，做婴仔的时阵，总是有1、2暗困袂好，妈妈就会将我抱到楼骹的礼拜堂，一面甲我摸咧，甲我搭咧，一面唱圣诗互我听，常常唱着耶稣听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啊，我就感觉毋免阁哭啊！上帝听我呢，虽然我迄阵啊连字嘛也毋捌，就安尼会当好好啊困，也总是互我体会到永远的上帝做我徛起的所在，伊永远的手伫我的下面，妈妈抱我搭我，上帝也安尼抱我搭我。所以会当成做一世人服侍上帝传教者，会当有机会有这个荣幸来传讲福音，来服侍教会，是真正有福气、真正欢喜的代志，也毋是。今仔日来到双连教会，看到双连教会，得到上帝遮尔啊水、遮尔啊深、遮尔啊长、遮尔啊宽，一世纪的带领甲祝福。特别是头拄仔林长老伫祈祷内底特别讲到，搁过1年外，就是2013年，双连就要满100周年了。一遮就特别用世纪宣告，听堂双连，诚做我对双连教会上深上悬的祝福。做伙来思想上帝对奉靠伊的名设立的教会的心意。咱做伙搁一摆仰头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你伫早前差遣独生的圣囝来到世间，放杀性命伫十字架顶，洗清世间人的罪恶，用国外的快乐带阮顶头生甲得胜的性命，赏赐阮做你囝儿的名分。
还当正做光，正做盐，来见证你放杀家己的大疼痛。主啊，恳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佮赏赐阮行做真理的心志，用宣告的行动带领众人归向你，荣耀你的圣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日的讲题世纪宣告，疼痛相连，要对使徒保罗先生的宣告人生来讲起，要来分享对相连教会有真深的影响的宣教师吴威廉牧师的宣告异象，也对艾欧那教会的宣告使命来分享。最后做伙来思想，伫新的世纪中间，咱会当搁伫上帝的宣告使命内底，怎样来拍拼努力，成做台湾正教会甲即个土地甲面顶正百姓的祝福。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保罗先生对初代教会，特别是幼所教会的勉励甲祝福。保罗先生是上帝特别拣选真正特别的使徒啦。安怎讲？伊是使徒以外的使徒，伊毋是12使徒，伊是使徒以外的使徒。但是伊是犹太律法的学者呢。搁较奇妙的是，这个犹太律法教育受了上完整的这个使徒以外的使徒，上帝却特别专门派伊海外宣告，毋是对犹太人，是对外邦人来传讲福音。所以保罗先生伫批信内底几啊届自我介绍，伊安尼讲，伊是便雅悯支派，是第8日受割礼，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呢。佮因为伊受教伫当时真正有名的一个律法的学者，就是伽马列，所以保罗用台语来讲有淡薄，安尼讲可能较粗俗，讲臭屁的来讲，照律法的义就是无芳通嫌啊。伊讲到即个程度，讲伊是无芳通嫌呢。咱感觉讲，咱对上帝的义，也是讲律法的义来讲，是无芳通嫌。咱会讲空芳要足济，敢毋是？伊讲伊无芳通嫌，所以伊是一个足敬虔、足尽本分的犹太的信徒，嘛是安尼尔。因为家族经营真妥当，伊还有当时真歹得到、真歹取得的这个罗马公人的身份。因为伫罗马，就算是罗马当地要成做公民，也是真正困难的代志，要有淡薄本事啦。所以足侪人也是努力这个身份来过一世人。总是这个真有才华、这个家世真正正统的保罗，却伫大马色，就是今仔日的大马士革，拄到耶稣基督，人生转转的180度大转弯啦。对安尼开始，保罗先生伊就安尼讲，伊讲伊看万事做损害，伊对认真迫害教会的法利赛人扫罗，变做认真传福音的外邦人使徒保罗，拢足认真的。因为安尼，伊就讲，我因为耶稣基督的疼痛催逼，伊就人生后半场活伫旅行报道。建立教会，训练各一代的少年人，成做门徒的生活中间，咱就发现，伫保罗先生的生活内底，伊足注重像提摩太这的少年人的教育，因为教会若要有未来，下一代少年人的教育培养，可以有真正深刻的历史教育、身份认同、信仰基础，就成做教会下一代会当继续兴起、成长、传承的真正关键所在啦。保罗人生的后半场，就亲像保罗先生家己的形容，按所查的表来走。保罗真正熬走，伊对耶路撒冷直直走，一个半岛，一个半岛，一直走到罗马啦。伫迄个2000年前，
一个交通真正无方便的所在，遮尔啊熬旅行，遮尔啊熬走的速度，实在真正无容易。伊讲伊心内敢若有一个意念，就是伊会当无违逆对天所显现的异象定定。其实我本身也有甲保罗足相亲像的一个经历。爸爸是大学的教师，所以一直感觉读册教册做研究简单单纯无复杂。但是做爸爸的赢袂过做阿公的，做老师的赢袂过做牧师的。牧师的祈祷大有困难，因为我做牧师的阿公就用一世人的时间，90年的时间，祈祷上帝讲伊的后事内底要有至少一个人，上好真侪人来做继续伊传道、继续伊祈祷的这个志业，服侍上帝。我是上细汉的查某孙，其实我是足无资格，但是上帝就安尼互掉我，伫我大学2年20岁的时阵，互掉我，互我成做这个领受专职传道呼召的传道者。但是我是第5代啊，我无戆戆亲像第1代啊，足单纯的。因为毋知影传道的路足艰苦、足辛苦、足侪目屎，需要上帝足侪帮衬。就戆说 Yes I do， 我袂安尼讲，我才知影，因为看阿公阿嬷阿祖查某祖的服侍足了解，所以我就用缓兵之计啦。虽然袂当讲袂，爱讲 Yes I do， 但是缓兵之计讲，上帝啊，好啦，你安尼呼召我就来去，但是总是大学毕业，咱就做最后的确定，好无？大学毕业才来做确定嘛，一定总是爱大学毕业。怎知？大学第4年最后1年，上帝足有智慧的，伊无爱阁甲我讲啊，伊就呼召，伫我完全毋知影情形之下，呼召我的迄阵的男朋友，就是即摆的先生林颜如传道啦。所以有一天，我的男朋友就走来甲我讲，伊第1代信主的全家族内底，加伊一个基督徒尔，伊竟然伫伊有一天来甲我讲，维珍。我有上帝呼召爱做传道者呢，我讲哇，我剩2项选择，做牧师、做牧师娘，定，敢毋是？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天下哪有一项事比做牧师较困难、较艰苦、较荣耀，需要较厉害、较勇壮的女性来担当？迄就是牧师娘，敢毋是？所以我就甲上帝讲，我软食，我饭桶。我美色，我无像你的妈妈玛利亚遮尔啊顺传，遮尔啊心内勇行，所以我较细，我做牧师就好。所以上帝就真正甲安尼考倒来，有一个足深的感觉，毋好甲上帝走小掠，走袂过。伊总是有别个方法，甲咱考倒来，不用白费力气。安尼行就全时间服侍传道的道路，到即马20年了。20年了，毋是无经历困难阻挡，但是上帝总是有带领，总是有扶持，总是有帮衬，会当坚持到今仔日，搁较深深来经历上帝无歹款待顺服伊呼召的路步啦。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对，因为安尼，我跪落伫爸面前开始。用阿门做结束，通讲是保罗先生对以弗所教会的祝福，伊的祝祷啦。因为一个祈祷就对为白头前来跪落到阿门做结束。伫遮，保罗先生伊勉励以弗所的信徒，爱有坚定的信仰，爱有根基的疼心，会当毋惊患难，心内勇行。佮应允因，若是会当徛条，就会经历，也基督耶稣迄个长、宽、关心的大疼痛，互上帝来充满，佮显出上帝的荣光啦。这段经文的前后，保罗先生2摆提起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荣光。一摆是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的前一节。是伫以弗所书3章的13节，保罗爱以弗所教会正信徒，无因为保罗因为
因来受苦，惊吓退后。反倒因为伫使徒的受苦来有份得到激励，因为这是学习咱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道路的印证，是阳光的印证。这就是伊第一摆讲到阳光，第二摆伊佫讲到会当阳光上帝圣名，也互上帝阳光所充满。这个阳光的教会，是大声经历着基督耶稣长阔关心超越知识的大听堂。安尼的教会，因为上帝听大大的充满，会当欢喜相信，欢喜传讲，欢喜忍耐啦。即款的听，超过世俗知识常理所会当计较的生死祸福、利益得失，安尼听，互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奉主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会当知影世间所有的名声、利益、地位、关系，也是因为信仰所造有的遐苦难，拢会过去，拢会过去，拢是暂时的尔。只有上帝应允甲永远的愿望，会保存到永永远远。阿门。佮因为互上帝的充满所充满。伫英文是安尼讲 ，filled with the fullness of God， 互上帝款充满万面的充满来充满的时阵，诚做基督徒就真有喜乐，真有平安，有富裕，有满足啦。保罗先生将上帝大听堂的福音传互外邦人，这个呼召伫19个世纪以后，世过半个地球传到台湾。伫北台湾的宣教历史中间，除了马偕牧师这个开拓的精神以外，上重要的就是吴威廉牧师。这位有真水的好手的牧师，毋是咱隔壁Kentucky Fried Chicken 的肯达基爷爷，是咱敬听的吴威廉牧师啦。虽然生做拢同款缘投，佮有淡薄生，真正亲像兄弟。吴牧师伊甲马偕牧师拢同款，20-30岁足少年，就将因家己的这个一生来奉献。做少年人的时阵，就立志来宣讲福音。所以咱也应该安尼教示咱的少年人，爱自细汉就将家己的一生来献上，毋好放荡，毋好放荡，毋好放纵私欲，毋好做歹代志，乃是伫上帝面前来敬虔，来努力。来拍拼，才会得到上帝大大的使用。吴牧师的宣教异象是当时，当讲是一个字，叫做起造。伊当时要起造教会硬体，叫做建筑物。所以伫台湾的这个建筑史顶面，有一个特别的专有名词，叫做吴威廉式的建筑，吴威廉式的建筑，包括咱即卖的总统府以前的这个总督府，拢是伊的设计。第二个，伊爱起造软体，就是教会组织、教会团队服侍这个人的部分。所以伊就安尼将民主合议的制度侵犯伫咱长老教会中间。这位亲自受马偕等于到加拿大来演讲的时阵，呼召的少年人来到台湾，一生服侍台湾教会。伊足好做伙，平易近人。伊足爱食米粉炒，所以伊常常讲米粉炒炒到芳，米粉炒食到饱。伊足爱食米粉炒。伊去探访的时阵，人问讲，信徒都问讲，牧师，你想要食啥物？但心内足皮婆菜，因为毋知影即个加拿大阿多啊牧师到底要食啥？伊若讲要牛排啊，一世纪前的台湾用大灶咧煎牛排。小可有挑战吼，安尼就较困难。吴牧师大概拢讲啊，不要紧啦，恁食啥物，我就食啥物。但是信徒总是足好礼，台湾人足好礼啊，就问牧师讲：吴牧师，你到底要食啥物？你到底介意食啥物？吴牧师讲啊，米粉炒就好啦，米粉炒就好。哇，信徒心内足平安呢，因为别项无啦，米粉炒一定有，所以就有即句话叫做米粉炒。食到饱啦，故在吴牧师食到欢喜，食到饱。
即个宣教师，伊足无去嫌咱台湾人迄阵啊，足侪人无经验，少年人的传道书足侪，啊，搁对神学教育咱嘛受了足有限。伊足爱讲一句话，伊讲实行即项决议以前，阮就指引遐个宣教师，要甲中会兄弟小可参详一下。伊足爱甲台湾人的信徒领袖、台湾人的少年牧者做伙参详一下。伊就安尼用20-30年的时间，教示台湾人，教会是台湾人的，教会是台湾人的，毋是马街，也是吴威廉的啦。因为伊的努力，伊的拍拼，本地牧者的一代信徒领袖就开始知影安怎来到宣教师同工，毋是干那空在等，空手在等，佮服从命令尔。咱就开始知影。教会是咱的啦，教会是咱的，所以也因为安尼，宣教师明友德牧师伫伊所写的吴威廉传，就是海外起作家内底，伊安尼讲吴威廉牧师是一位神学教授，一位牧师，看过60间教会甲2600外位信徒的主教啦，是料理整个教会经济事务的总经理啊。100年前，吴威廉牧师就是咱长老教会啥 CEO 啦，有够现代无？有够啦！这是一个正尔有起做经营才调的宣教师啊！我尔值得咱来继续学习啊！吴威廉牧师毋是对整个长老教会真有贡献尔，也对双灵教会有特别的影响。因为就是伊从北部教会宣教中心对淡水东线到当时的牛埔庄双连鼻，这是一张古地图，就像迄个日本的浮世绘顶面迄4个字就是马街病院。这是我足无容易找到一个古地图，讲到咱双连地区伫将近一个世纪进前的模样。因为吴牧师所教育这个同工的精神，互陈启准牧师对这个打来双连教会，抑佫是一个少年传道师，爱各船出去探访。咱拢知影以前这个堤防还未起起来的时阵吼，遮若落雨就淹水，所以咱即摆人拢开车出去探访，也是骑车出去探访。但是陈牧师较特别，伊是各船出去探访。就伫双连教会对传道师到奉牧，用一世人到退休到过身的时间，伫双连教会起做了上早期的团队服侍的典范。陈牧师年老的时阵，身躯无以前遐好，气力无以前遐强，但是伊却会当伫少年第2代的副牧拍第一线的时阵，继续用伊祈祷的双手来扶持双连教会继续发展，也充分体现了2代同工团队服侍灵性的力量。继续亲像摩西伫山顶用亚起祈祷的手来扶持双连教会。双连教会就安尼继承了吴牧师甲陈牧师所起造的同工精神，甲团队服侍，无到一个世纪，就成做北部长老教会第一个企业型的教会。咱常常会讲灵粮堂偌好，拄偌好，但是双连教会伫灵粮堂还未起宣教大楼的30-40年前，就伫遮起做第一个宣教大楼啦。所以咱实在是Top 1的教会，敢毋是？回顾双连教会的历史，伫1949年，双连教会起做这个礼拜堂进前迄个礼拜堂的时阵，共一个明友德牧师特别送来艾欧娜的大礼照。艾欧娜的大礼照是要期待双连教会会当成做台湾的艾欧娜教会啦。别人伫社会中若有喜事就送礼金，我有看到周报，过来一礼拜有2个人要结婚，拢嘛送礼金。教会内底就送圣经、送圣诗，这个名牧师足特别的送一粒石头来，甲别人拢无共款，通啊讲空前绝后啦吼。伊安尼苦心，其实除了期待双连教会会当继承这个吴牧师继续起造教会的这个精神以外，
佮带转来艾欧娜宣告使命的特殊意义，就是建立伫基督这个石盘顶，咱会当当时重视灵命甲工作，亲像咱的周报头前讲，爱灵命有深度啦，爱用宣告甲牧养，成做导向的教会。艾欧娜是啥物所在？艾欧娜是一个足细的岛屿，伫苏格兰的西边，伊的特产就是艾欧娜 Marble， 艾欧娜的大理石啦。所以艾欧娜的修道院、艾欧娜的礼拜堂，拢是用这个白色，但是顶面有青色的这个纹路的这个艾欧娜大理石来起造，因为伊真安静，有山有海，有自然的美丽。对足侪有需要、心内忧闷需要的人来讲，真正有医治的功能。就足侪人，甲伊称做灵修默想的好所在，伫遐来亲近上帝。艾欧娜第一届出现伫教会历史是16世纪的时阵，这个 Irish 王子第一位前往苏格兰来宣教的圣徒哥伦巴，伊就伫遐起造艾欧娜的修道院。咱会看无？爱尔兰到苏格兰，苏格兰到台湾，真正怎啊连一条线，拢无断去。这个哥伦巴本来是王子啊，地位身份真正尊贵，但是伫迄个这注重战争，大家拢讲小台才有男子气魄的世界内底，伊无受到人的这个收容，因为伊宣扬和平的福音。就互伊的国家来捆捉，来甲放杀，从啊开始了放逐的这个旅行，这个内底的时阵，就经过这个艾欧娜的岛屿，讲哇，主啊，就是遮足水的，就甲同行嘛是12个兄弟，伫遐563年起造了重视灵修甲工作。用宣扬福音甲起造和平做使命的修道院，139年或1938年，歹势，苏格兰牧师马格里奥，伊就重新根据哥伦巴建立艾欧娜修道院的精神，成立了艾欧娜现代艾欧娜社群 （Iona Community）。所以开始是这个。爱尔兰人即马变做苏格兰的牧师，继续继承这个精神，伊就往普世基督徒来开放，无论你老大人，还是你少年人，还是你中年人，还是查某的，啥物教会出身的，伊拢欢迎你来，伫遐重新思考耶稣基督的精神，重新追求做一个现代人，要他活出圣经福音的意义。然后那修道院中间有一个足大地。大理石所雕刻的圣餐道，伊代表耶稣基督甲学生、上帝甲世间人做伙坐倒，也代表这个大理石因为足歹去、袂烂去的大理石来代表永远袂会朽烂的意思。大理石因为在切的时阵边仔有一寡撩起来的所在，就切做一块来赠送互普世的教会，然后人去拜访，有人去甲探访的教会，因就送互因来诚做宣扬兄弟姊妹的相听，实践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新的诫命的礼物。这就是名友的牧师所赠送的艾欧娜大理石的来源，就是咱的圣餐道的头前迄块白佮青，迄就是艾欧娜的大理石啦。名友的牧师所赠送的这个艾欧娜石头，就上刻伫双连教会圣餐道的头前，互每一个信徒每一届来供守圣餐的时阵，会记得名牧师的期待，就是灵性的养成甲宣教的扩展，是起造基督教会的基石啦。伫咱回顾双连教会将近1个世纪的宣教的扩展，就会发现上帝实在特别疼惜的，敢毋是？有感觉安尼无？因为安尼
所以伫双连教会扩展的历史记录的中间，因为我本身是读宣教史的，我若看到宣教史内底有上帝特别的引带带领听堂，我会拢感觉足兴奋、足欢喜、足快乐。我就特别去看双连教会历史的扩展的中间，有提起讲双连教会大楼在起成的时阵，伫现场内底，陈启准牧师伊深深感受到上帝大恩典实在伤大。伊讲，虽然咱对银行贷款真济，但是这个济较容易来还，但是所欠福音的济、救灵魂的济、上帝福恩典大听堂的济，却是无穷无尽啊，是还袂清的济。这也是阳光的济，伊就安尼下愿讲，愿咱的大楼奉献上帝，为正做行济、传福音、抢救灵魂的用途。对双连的宣教历史，咱会当搁一步来体会双连精神，伊是双嘛，所以是双双对对，恩上加恩啊。对使命来讲，咱若看到咱周围的第一啊，就会看到咱爱听上帝，搁听人，双双对对。对义上来讲，当时看见宣教甲牧养的重要，嘛是双双对对。对中心的价值来讲，是当时注重灵命甲实践，嘛是双双对对，恩上加恩啊。郭威廉牧师将宣教中心东线到双连，互双连成做20世纪北部宣教的中心。名誉的牧师期待双连教会成做灵命宣教隆重注重的台湾艾奥纳教会。即马咱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新世纪的开始，佮开始新培加101的宣教运动。伫双连特别庆祝100周年，伫咱长老教会要庆祝150周年的时阵，期待咱的双连教会会当成做长老教会领航基建，会当成做一个领航的大船啊！会当教育咱下一代少年人，伫历史的中间，搁一摆会看见因伫新的世代有新的宣教的使命。互双连伫本身的宣教成长内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高头更进一步，也会当积极来分享这个双连的经验，互搁较侪教会伫宣教、伫牧养、伫教会经营内底搁较进步。互双连所亲身来体现迄个上帝基督耶稣长看关心的大听堂，会当分享。互咱的下一代也分享，互咱的厝边头尾，互双连会当当时诚做领受上帝大听堂，佮分享上帝大听堂的荣光见证，极其有幸感时，一对宣教师的夫妇来到台湾，郭威廉牧师将北部宣教中心对淡水迁徙到双连，起做了双连教会，诚做都市宣教的基地甲中心。郭威廉牧师娘，咱教会音乐之庙吴玛丽女士，伊就写词写曲，这诚做台湾基督徒的这个特别的曲，嘛是写互因丈夫的啦。互吴威廉牧师甲伊会当彼此相听，做伙服侍，嘛写互咱台湾的基督徒会当彼此相听，做伙服侍。这条歌就是较听咱要唱的回应诗，你若欠客真失望。当去看圣诗的迄页的时阵，倒边上顶面有2个罗马字，白话字哦，叫做双连。所以这是伫双连所写的双连调。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敢若双连有这个荣耀，伫迄个圣诗内底2字伫遐刻调的。这是耶稣基督吩咐，咱若看正边罗马字的这页顶面有一个约翰福音的经节。就是耶稣基督吩咐伊的学生彼此相听，来见证伊会听的新的诫命。伊安尼来吩咐基督徒讲：你若欠客真失望，我着真力来帮赞。求主看了就欢喜，
献出真实坦道理。我细汉第一届听到这首诗歌，拢伫即个婚礼内底。后来发现讲，咱的婚礼啦，回应诗足爱唱即条的。但是细汉还袂明白的是讲，这婚礼唱即条第一句有较淡薄艰苦。哪有人婚礼第一句讲人会欠客，佫会失望，咱拢希望咱会满足，佫会不无感是。但是其实即条歌上重要的是第二句，是要邀请新郎甲新娘来誓约，讲我要尽力来帮衬，我要尽一生的性命来帮衬我的另外一半，我的新郎，我的新娘，互伊甲我因为三听夫妻的缘故，咱的救主看了就安那，心内欢喜，足 happy 的，足欢喜的，也显明。真实坦道理，什么款的道理啊？就是耶稣吩咐咱爱彼此相听，新的改变啦。是啦，咱若决意相听，就会经历上帝的大疼痛。咱若决意相听，就会伫世间见证福音的时，满有圣神的帮助。咱若决意相听，就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应允咱，伊要日日。甲咱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大疼痛的上帝，阮即马跪落伫你的脚前，献上满满的感恩。一个世纪以来，你温慈的手、仁爱大、恳劳相连教会，伫宣告甲牧养，诚做正人的祝福。佫会当温上加温，力上加力。主啊，求你用受定的双手施温赐福，继续扶持帮赞相连教会，会当引带正人归向你，学习你放杀家己、疼痛正人的模样，互阮诚做仰望稳定、分享稳定的人。互你所应允的活命，会当为阮的腹内流出来，诚做活水江河，直用到永远。真理的正神啊，求你伫阮传讲顶12架死搁活耶稣基督的时，赏赐阮属天的智慧甲气力，诚做阮的主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奉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理，互万百姓。诚做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学生，直到伊搁来日。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